來看嘉義市昨下晡呢，這天頂是出現真水的景致。迄當陣，這東邊的山區當咧落雨，也那西邊呢是無雲的好天。天頂是出現兩座輕的畫面。氣象站是表示講，這雙輕呢，就是日頭光反射兩界的自然現象。也那看到的民眾是希望講會當帶來好運。嘉義市的市區佇10號下晡4點半左右，落過一陣小雨了後，天頂出現兩座真大座的輕，有民眾將遮爾特殊的雙輕畫面放佇網絡，互看到的人攏感覺真罕見。兩個彩虹真的是不簡單呢，我看過都給他看過一個呀。今天好不容易有聽到人家說看到兩個彩虹，我也希望我下一次有這麼幸運。嘉義氣象站解說，空氣當中的水汽經過日頭光照過反射了後，在特定的條件之下，就出現輕。天頂會有兩座輕出現，就是因為迄當陣落過雨的空氣，佮拄着真美的日頭，反射兩界產生的狀況。那如果說陽光足夠亮啊，彩虹的亮度就會更明顯。那空氣中水柱如果足夠均勻的話，它會更完整。那運氣好一點呢，還可以看到第二層的霾啊，霾是由兩次反射、兩次折射所產生的。氣象站表示，昨有兩座輕的時陣，日頭的角度佫真懸。如果日頭的角度較低，輕的形體會正做一個標準的半圓曲啊。有民眾是講，兩座輕的狀況大約10分鐘左右，有機會會當看到，實在是真好運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